陆枫要是这么轻易的死了，就不是他陆枫了。逃走在预估范围之内，所以留下诱饵。以他的能力，一定会问到。这上不上钩，就要看接下来的行动了。我随时可以开始。我要确定陆枫100%的咬上鱼钩。等他猜到我们要清除木西鹤，行动才能开始。是。清除木西鹤的行动本来难度就很大，现在要把后背暴露给陆枫。你要倍加小心。我一定会让陆枫出现在清除木西鹤的现场。辛苦你了。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他来找我了。藤子，花香鱼，还是找回来了。是的。他怎么样？看上去还好。他在找他的亲生父亲。三号区没有找到陆枫，他最近出现在哪儿啊？这3个区我全都搜完了，下面我准备地毯式搜索。不用了，陆枫，他在故意误导我们。喂，盯住了他，找到花香雨了。看来你知道我在找你。很多人都在找我。这么容易被我找到，是你要找我吧？你在找陆枫？为什么要追杀他？我们就不能聊点别的吗？你先把这事说清楚。是你先骗我的。你说过你不替日本人做事儿。没错，我听命于钢琴师，但我的目的是找出钢琴师，并且抓住他。你不要再骗你自己了。我希望你跟我坦白一点，否则我根本没办法帮你。我不需要你帮我。那你为什么找我？我是要救你。救我？之前你说你要救陆枫，现在你要救我？吴非，你现在十分危险。难道你对闪光的身份丝毫没有怀疑过吗？怀疑过，但是我现在选择信任。如果闪光跟陆枫同时站在我面前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朝陆枫开枪。你现在眼中的我，已经不是之前的霍飞了。怎么，吓着你了？还是不相信？你终于变成你最讨厌的人。你呢？你也变成你心中那个最讨厌的人。板垣藤子。你还知道什么？你非要追杀陆枫不可是吗？他是共产党的间谍。你杀他，我会杀你。
持っている状況によると、佐渡浩二は軍刀の型破りな解読方式を使ったルーフォンのリズムを翻訳できません。ということは、暗号解読本はムーシー派の手に渡ったということか。はい、ムーシー派は何度もルーフォンを助けた。つまりあいつは早くそのリストを手に入れようとした。早めにムーシーを殺さ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だ。ムーシー派が始末されるとなれば、君をかくまうことも難しくなる。あいつの死は軍刀の内部調査を混乱させる。星計画を進めるのは有利だ。君がそう決めたというなら、手抜かりのないよう計画を進めるまでだ。はい。该找的地方都找了，还是没有霍菲的消息。不用找了，他愿意回来，你不用找。如果不愿意回来，找也没用。明白。故意给我设圈套，那是想帮你。我们现在是两条路上的人，让我走吧。还回长官那儿？不然呢？路是我自己选的，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忙。而且你们现在走的路，也不一定是对的。闪官是日本间谍，那你呢？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。为什么？陆枫一直想帮你。你是想让我内疚吗？我已经朝他开枪了，拜托你不要再让我这么痛苦了。我下次见到他，我一样还会开枪的。陆枫不会，他有一天会的。你能不能不要逼他？是他先逼的我。你一定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吗？因为我的出现，对吗？跟你没关系，我的错。对不起，霍菲。我知道你一直在帮我，在保护我。就像你说的，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陆枫的错。我知道你很痛苦，但只要你勇敢地走出这片阴影，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。你是我跟陆枫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，如果你痛苦，我们也会难过。其实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，甚至这个结局让我惧怕。都走到这一步了，不可能回到从前了，只能去面对它。所以，何必勉强呢？让我走吧。
如果你真的走出这扇门，将来就不只是你跟陆枫的刀枪相见，还有我。这次能跟我走了吧？你应该留在穆局长身边，而不是跟着我。带你回去是我的任务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局长相信你是被陷害的，不然不会派我3番5次的去救你。还是回去把事情说清楚吧。现在还能说清楚吗？请你回去帮我转告穆局长，等我找到证据，我会去见他。局长马上要动身去重庆，他希望在走之前见到你。他什么时候走？明天下午。明天。明天是周3。对。什么时间？快上车！你带我去哪儿？看在我们一起生活过的份上，我有句话要忠告你：服从命令，做好分内。我不明白，你最近为什么一直找钢琴师？你一直在陆枫身边，却迟迟不肯杀他。如果钢琴师不再信任你，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。带上。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我要见你。我应该叫您处长，还是义父？你认为该怎么称呼？如果只是处长的身份，你今天可能就没有机会坐在这里了。快给义父敬杯茶。
义父，走吧。把你带在身边，却一直不告诉你真相，我是有苦衷的。不要责怪义父。几次行动，义父都专门交代我，让我保护好你。对于我的身份，我一直很迷惑。现在，您有义父的身份出现，我希望您能帮我解开这个谜团，告诉我到底是谁。义父，您不要生花向雨的气，他突然得知真相，还需要时间来接受。不只是我，你们不是也有很多疑问吗？我知道，你们有很多的疑惑，不妨借今天这样难得的机会，把你们所有的疑问都问出来，打开你们的心结。只要我知道的，我都会如实告诉你们。我到底是谁？你是半个日本人。你的父母在日苏的一次交战中被炸死，我在死人堆里见到了你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把你送给他们两个的父亲。板垣此人希望他给你第二个人生，但由于一些意外的发生，为了安全，我又托人辗转把你送到了美国。可是，在美国这么多年，您从来没有跟我联系过。是的，你9岁那年，我们失去了联系，直到去年我才知道，你在为军统做事，所以我就想办法把你调到了幽灵。有人告诉我，说我是大清朝肃靖王的第7个女儿，爱新觉罗运水。我父亲为接日本人之力复国，把我送给板垣次人当义女，实质上是拿我做人质抵押给日本人，是不是？你和你父母的真实身份，我无从得知。义父，那您知道我的父亲是怎么死的吗？说起这件事，我很难过。我对不住你们。我推测，你们的父亲是因我而死。日本军部有一度在追查我的真实身份，板垣君为了帮我守住一个秘密，自杀了。但这只是推测，我没有拿到全部的证据，所以直到现在，我还在查找真相。我听说，你也在找你的生父。有人给了我这张照片，他告诉我，我的父亲还活着。您知道吗？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了，就看你选择相信什么。义父，您知道钢琴师吗？听说过，但我从未见过。我和花向雨都在执行钢琴师的命令，他命令我们清除陆枫。有很多人要清除陆枫，也包括我。有的人想杀他是为了报仇，有的是为了情报，也有的人是为了自保。
我和陆凤之间纯粹是私人恩怨。他轻信了陈浩民的胡言乱语，把我这个抚养他长大的人当作仇人，恩将仇报。陈浩民死后，我想放他一条生路，但没想到，他对我却是步步紧逼。如果不庆祝他，就是自掘坟墓。可是陆枫说……好了，今天我们只说家里事，不提外人。我的愿望，就是看着女儿能够安全的长大成人。我今天终于能向板垣君有个交代了。至于今后的发展，就看你们各自的努力。来，我敬你们。愿你们今后一帆风顺，前程似锦。这个地方不要对任何人提起。好。现在时局太乱，要注意自己的安全。上车吧。你是不是还爱着陆枫？如果你再不杀他，钢琴师可能就要换人杀他。快进城了，我能摘下来吗？可以。你爱我一个人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去杀一个你爱的，他也爱你的。不要看他的眼睛，不要听他说话，不要看他的微笑。开枪之后，你会有一段时间生不如死，这是我的宿命。闪光跟我说的身世，跟钢琴师说的完全不同。那你相信哪种说法？不知道。如果闪官就是钢琴师，那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都未必是真的。不管怎样，我都要找到我父亲的真相。现在，我已经知道闪官的行动计划了。周三下午2点和下午4点到底是什么时间？都是木樨河去重庆的时间。他需要千方百计绕道才能回重庆。下午2点是火车的出发时间，4点是飞机的起飞时间。闪光真的要杀木樨河？是。为什么？因为繁星计划的密码本在木樨河手里。那闪光就是钢琴师。是不是明天就知道了？明天木樨河坐火车还是飞机啊？现在还不能确定。这完全是闪光提前计划好的，是个圈套。
所以我要去找一个人。谁？闪官要杀穆西河，好事。这两个人谁死了，对我来说都是好消息。如果闪官真的杀了穆西河，并取代了他的位置，成为军统上海情报处的负责人，这对你未必是好消息。军统的浑水我是不会趟的。繁星计划名单的密码本在穆西河手里。如果穆西河死了，这份名单你就再也别想看到了。如果救穆西河，我还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。你知道钢琴师是谁？救了穆西河，我就能确定谁是钢琴师。有把握吗？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你连自己的安全都保障不了了，怎么救穆西河？所以才来找沈处长合作。沈处长，活到今天，你靠的是什么？使命感。我活到今天，靠的是信念。你想怎么合作？拿我自己当诱饵，让他们来上钩。你把自己放在悬崖边上，给杀你的人提供绝佳的机会。所以想推我下去的人，才必然会出现。局长，火车站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的人，可以保证安全。
出发。上车吧。你的人留下，我的人去就行。是。各位乘客请注意，开往汉口的火车就要发车了，请去往汉口的乘客抓紧时间登车。木星河去的是机场，不是火车站。
去机场。去机场？对。快救穆西克！